有关环保的消息，咱来看，昨昏伫台中有一场反空污、抗暖化活动，要求台中火力发电厂伫咧2028年年底进前，莫阁兴涂炭来发电。要若台电是讲减轻涂炭，都要考虑全国用电，一步一步来，毋是孤看一间电厂。天气冷叽叽，也毋过也是有我400位民众昨个下昼到台中市区会广场参加反空污、抗暖化活动。因伫草皮排出2028中火无炭的字样，要求中央政府应该爱伫2028年底进前，就终结中火烧炭，袂等到2034年才无炭。其实我们一期燃气上线之后，再加上中家电厂，再加上深度节能的政策啊，台中火力发电厂其实不需要等到2034年才能无煤我们其实可以提早那个时程，在2028年就可以完全无煤。活动也邀请各种党政治人物出席，希望透过跨党派调解合作，以本会期会当通过2028无炭中火新版主决议。因为立法院原本的2035无炭中火决议文已经无符合全球减碳的趋势。反弹认为，根据政府公开资讯显示，中火无炭提早到2028年完全无问题。台中市府也认为可行，也毋过台电强调减碳爱顺序渐进，也袂当只有单一电厂。减煤应该是要用全国的尺度去看，所以你台中减了，但别的地方也要减，所以别的地方当时减下来减少台中的，让台中的那个几号1到4号的煤可以够下来，必须要再等到它第2期的基础上来之后，才能够陆续再去减。台电表示，最近几年减碳量已经达到7成，台中电厂用碳量也减少600万吨。减碳是全国性策略，袂当搁要靠其台厂进驻。搁爱排管区来弥补供电空棚，替台中补电，安尼真无实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